人類嘅主力艦隊咧，終於被擊敗啊！帝國開始全面崩潰啦。而戰爭結束之後啊，宇宙議會咧就召開特別嘅法庭，開始審判人類嘅罪行。呢個法庭嘅規模同埋權威啊，係前所未有嘅，代表整個宇宙咧嘅正義同埋秩序啊。而罪行嘅確認啊，人類正式認定為宇宙和平嘅威脅。佢哋嘅暴行咧，侵略係被詳細記錄並且確認咗啊！整個銀河系受害文明提供咗好多嘅證詞同埋證據，跟住佢哋要受到啲咩懲罰呢？議會嘅內部啊，就以點樣處置人類啊，進行咗一個激烈嘅討論。有一啲主張咧就徹底滅絕人類，亦都有一啲文明咧覺得要俾一啲機會人類去改過自身。最終咧呢個宇宙議會咧做出嚴厲又慈悲嘅決定啦，佢決定將人類咧流放喺銀河系邊緣嘅偏遠星球，嗰個就係地球。呢個行星咧，佢唔單止位置偏遠啦，佢更加被設計成為一個叫